首很好聽的台語歌，聽我唱歌。你敢別看我對着音樂寫心內的受傷，親像有一條線，等你甲我來相愛。世界遐爾多有在這裡看這小思念，有你陪我行。老師好。會唱嗎？你聽我唱歌，是咱的心聲，都靠自回答。你聽我唱歌，這條情歌，送到你的都是你的心情。你愛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來等我。別管你好唱愛算，只要你有愛，我想來做伴。老師好，新的朋友，清澈的眼，流星的水自表情滿街頭，路口的路橋下，你在講好些難聽，不如一個人自己心情，我好情照片，心情不可換。給你什麼用盡量？難道無情自美吧？流回到歲月的真相，行過艱苦的路段，我頭皮花，心肝的攏是感謝。來聽我唱歌，唱咱的心聲，都靠自回答。來聽我唱歌。這條情歌，送到你的都是你的心情。你愛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來等我。別管你好唱愛算，只要你有愛，我想來做伴。不會孤是你的心情，你愛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來等我。別管你好唱愛算，只要你有愛，我想來做伴，別問孤單，別問孤單。唱歌送給大家，姐姐好，終於我們兩個對，我們今天是那個紅人榜特地這個姐妹裝，我們沒有說好的，我沒有說，默契十足，對，但是歡迎我們的學姐回到我們這個海選的現場，好不好？謝謝。今天老師坐在前面哦，我給你們回到那種比賽的感覺。我跟你說，何賢老師，我看老師現在要去上廁所，對，我剛超緊張，我都不太敢看老師，因為而且講話很緊張。老師可以慢慢來，在外面休息一下這樣子。對啊，真的，我想，因為他們刚才其實第一組啊的學生其實有一點緊張，因為我們在比賽的時候，就是那個緊張的氛圍，就是一個打魔王。我懂，因為其實我進來，我看到大家，除了我剛剛正前方有2位帥哥，就是一直在那邊就搖，對不对？謝謝你們哦，讓我就是稍微放鬆。他們也是今天的這個參賽者哦，那很棒。对，祝福你们有个好成绩。記得支持學姐哦，OK 嗎？
對，我覺得應該不要再講學姐了，我覺得就大家都是愛唱歌的，對，我們的朋友，對，同好嘛，沒錯，对，真的，所以呢，這個是愛唱歌的事情，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做的，是对，而且我為什麼會特別選這首歌呢？其實，我覺得是剛好，其實大家有看到，溫嵐最近的新聞，對，然後也希望用這首歌來加油，為他加油，對，是，就是。所以今天選這首歌是有特別意義的，其實最主要不是這個原因，對，最主要是因為其實這首歌在比賽的時候，我進入車輪戰的第一首歌就是這首，哇，對，而且這首歌哦，在我比賽的所有的歌曲裡面，算是最年輕的一首歌。但是呢，你說最年輕的歌啦，跟我們最老的歌，其實每一首歌都是它的經典欸。沒錯，是啊。那其實超級榮耀榜這個節目，因為它主要就是台語歌嘛，所以我其實看到現場的朋友，我還蠻開心的，因為大家都好年輕，但是呢，會坐在這邊就表示你們心裡面這個靈魂當中是有台語靈魂的。而且呢，我們的台語歌需要大家呢一直是傳唱下去。沒錯，真的非常需要，所以真的很謝謝現場所有朋友，你們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？哇，很棒！說到這個傳唱啊，其實呢，我們玉君最近呢也偷偷的藏入心了，只跟我們宣傳一下好不好？沒錯，是我的第2張的專輯叫《滔滔唱幾心》。對，那其實我不管是第1張或是第2張的專輯，其實都是用募款募資的方式，所以讓大家等了比較久的時間，但是呢，也終於就是完成了我的專輯。對，那每一首歌呢，我都有我自己的故事，然後也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夠多多支持。对呀、大家呢，支持一下我們玉君哦。除了呢，讓我們這個好歌可以傳遞出去之外，其實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傳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對，就歡迎大家比賽的時候可以拿出來比賽，這樣子。因為其實每一首歌我有聽，因為每一首歌都是就是很用心去制作的。對，這一次的風格都蠻不一樣的，有舞曲，然後當然每一張專輯都是啦，就是大家的專輯都是。那我就是對我自己的一個挑戰，這樣子。那第2張專輯裡面還有就是挑戰一下不同的風格，像巴塞諾瓦的風格，然後而且還跟我們的主持人昌憲哥有合唱。對，一首非常輕快的歌曲，所以有歡迎年輕的朋友們，大家能夠把它學起來。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方式，因为现在是校園嘛，因為大家都常常用 IG，對不對？沒錯。我覺得呢，你們這個限動呢，今天如果有 po 的話，不妨呢幫我們的把那個玉君的歌也把它放在背景音樂，這樣可以吧？沒錯，因為其實現在的網絡上的平台其實都聽得到了，所以都可以 take 一下歌曲這樣。對，然後也 take 一下我們玉君，然後讓我們這個好歌可以一起傳遞出去。沒錯，是。天哪，老師那麼早就回來了，又緊張了是不是？但是沒有很久，對，沒有很久。我們還年輕呢。我可以完全理解大家那種緊張的心情，因為其實我當時青南紅人榜比賽不是這樣子的，就是你說沒有這麼近距離，是不是？我是在線上海選。所以沒有那麼緊張，所以今天算是我第一次現場的海選，所以我非常的緊張。對，這個算是我們海選嘛，但是你過關了沒關係。而且其實老師像卡斯通常都是在車輪戰的時候才會出現。對，沒有錯。所以今天我覺得很幸運耶。是。而且今天剛剛有那個學生說，哎，老師，我今天來是特別想要聽講評的。這個的確很重要。對，這個因為能夠聽到我們老師的講評，對自己也是一種鼓勵啦。沒錯，對，尤其是像吳浩哲老師，當時我在比賽的時候，老師送給我一句話，我一直記在心裡面。哪句？我不記得哦。真的。我也要聽。我在車輪戰的時候，因為我那時候遇到的強敵是楊哲，很可怕。對，然後魔王級，然後就唱完了，老師的評語就跟我說，我像個海綿一樣，對，或是棉花一樣，就是即使有強敵揍進來打進來，我也不會受傷，我就可以彈性很好，然後可以把它彈走。你的內功受傷的是他，不是你。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面，就是勉勵自己，對，就是當我很緊張或是壓力很大的時候，很緊繃的時候，就會提醒自己要像個海綿一樣，就把它彈出去。沒錯，對，把那個緊張的氛圍跟那個一些就是負能量都彈出去。對，所以也用這句話來送給我們現場朋友。太好了，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那加油完之後呢，其實我們還要再來分
分享一下好歌。好，没問題。我接下來選的這首歌呢是 KTV 的必點歌曲。哪一首？就是一直都是 K 歌。对，這首歌叫《金星玫瑰》，你們都會對不對？會嗎？會啊，你看點頭了。會吧，應該都會对不对？哎，我可以問一下，待會要比賽的朋友嗎？舉個手，讓我們認識一下好不好？比賽的朋友，我這邊很多。哦，這邊哦，接下來是我們这個校外組。哦，都是校外組。好，那這樣子好不好？我覺得你們看起來也很緊張，我也挺緊張的。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好不好？就也當做開嗓一下，對呀，稍微一定要的。對，鬆一下喉嚨這樣子。所以我們會唱的話呢，把我們的雙手也舉起來。對，就一起唱啊！這首歌大家應該都很熟，就是黃乙玲的《金星玫瑰》。好，讓我們掌聲來歡迎。謝謝。你們會跟着我唱對不對？不會騙我對不對？好。愛情一首歌，一首頭落的歌，有時快樂，有時悲傷，有時凄楚孤單。愛情一首歌，記錄咱的心情的心願，有時親切，有時懷疑，有時道別。為着啥？我回頭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會用青春來換。我回頭去看，人生短短一段，所以在如何來唱。
希望呢可以很快的在同人榜的節目上面呢看到大家的樣子，還有聽到大家的歌聲。好，我們謝謝，謝謝，謝謝師姐，謝謝老師，謝謝大家。